西門市居民巴士路線 NR252，由路博斯都市巴士營辦，來往翠湖山莊及蘆鐵西門站。待查，不遲於2020年中 NR252 線投入服務，由利坤旅運營辦。一如其他由利坤營運的路線，此路線其時只供該公司之指定司機駕駛。2023年7月17日，由路博斯都市巴士接辦，同時實施以下改動：去程由上午4班減至2班，開車時間為7點15分及8點正；回程由星期一至五黃昏4班，星期六中午1班改為星期一至六黃昏3班，開車時間為18點正、18點30分及19點正。收費由8港元上調至8.4港元，開放予一般車長駕駛。2026年1月19日，全程收費由8.4港元上調至9.5港元。準備上車，祝大家旅途愉快。遺憾要告訴你，不必拋出你丟我的離，貪些少金箔上當的人，難道算有骨氣？遺憾要告訴你，早已靈魂自由無視你，拒絕入流衝上殿堂，瀟灑地放屁。讓我閃耀高調，沒人到今不緊要，誰說我會放棄？留低一根手指給你。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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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。遺憾要告訴你，金菠蘿高貴卻有點俗，不必稀罕你叫我金童，明日會過氣。遺憾要告訴你，所有頑童亦能成大器，金杯有千萬隻，不獨你會審美。讓我閃耀高調，沒人到今不緊要，誰說我會放棄？留低一根手指給你。不信依靠別人，吹奏先至可以飛。今晚捧到極紅，聽晚可以不要你。讓我閃耀